是应该等，安尼拜访一个闽农出身的艺术家，没想到经过日前访问之后，突然间，安尼目金金看到佢做出一件本他一个非常触动的事情。不要！好多人向我打嘴鼓，留纪录嘅高长度。而家就是这个前卫嘅表现，不是为冲击到他自家嘅想法。而家充满到正义嘅艺术家，每认为安尼嘅拜访，打造到而家当点青嘅，还个当艰难嘅创作嘅想法，都利息，都按原来冲击之下，你们看到这个艺术家想法度，当然本人相信嘅真实感。今日来到台北山东哈，来拜访个艺术家，佢係非常傳統嘅一部小嘅一隻闽農客家莊哈，出世啦哈，佢哋來到台北呢邊待好多年咧，佢嘅藝術創作哈非常特殊啦，你去到意大利嘅威尼斯，我都想哈，因為個按傳統嘅位數，要出一個最先進嘅個藝術家，特別來拜訪佢。你看啦，你係幾時間要來呢？真的吗？你要可是呢，可是大放炮，放礼炮穿你，放炮啊！你们看了谁是？呢件已經超過30年嘅老屋嘅，係藝術家李明星嘅屋。行入到呢間到新店3度嘅屋，看到屋度當簡單嘅實施，相信帶到呢度嘅人，佢嘅想法應該唔會當鋪排當錯。我想，對人來講，最鋪排享受，咪係應該是安陽面，所以冉冉看得到幾隻台北市當江嘅風景嘅位數。咪再嚟講啦，像呢樣嘅風景啊，係呢個藝術家深度嘅最冇辦法出家嘅位數。上嘅片片段段，係對呢個藝術家嘅體質嘅印象。到了位，你冇做藝術嘅評論，咩唔去講這個作品嘅好老壞。你好奇嘅係，幾多台灣人氣嘅正義嘅呢啲作品，實寫到國際藝術界嘅重視。1993年，李明星受到威尼斯藝術雙年展嘅邀請。到幾之前，
台湾还蛮有一个艺术家参加过你只对艺术家吹拍最高土倾听界在南非，到期日后有机会参加到你只艺术新会界台湾艺术家，手机要算出来。佢啊，点点係咪？哈巴講點點吼，哈巴係要講乜嘅三八戲啊，吼，伊安尼親，樣板講，親唔可以古咯，有乜嘅東西，做為人其實一生人唱全部做戲用嘅，特別我講吼，看戲嘅是啱嘅，做戲嘅點係咪吼，其實點點啊。伊阿能是个艺术家，艺術家唔係講嘛，做嘅東西掉到藝術家唔會，佢安尼我把硬看呢，唔係呢，佢用生發的部分，哦，人煮嘅菜一盤丟出來，清醬咩，有咩好食咩，係個藝術，叫做安尼嘢，行通嘅藝術，叫做叫生發地步做嘅藝術。楊妙秀係李明信嘅隔壁鄰舍，呢個好朋友。其實他講少講，因為伊兩隻都係台灣嘅拍頭南模，又係長嘅頭南模。其實本人亦唔錯，講起係李明信，係講到後尾看下戲竟然看嘅是像人嘅寂寞一種。咱看下就講哦，確實哦，確實也朋友哦。那佢用什麼用寂寞確實咧？唔是太。你好貴啊，叫我行啊，用佢歡迎㗎。去係咪啊？哦，了解你講啊，有槍哦，了解你不是你合作，不是一，他們啊，人家走到哪裡啊，都人家搞不清楚是叫他還是叫我。我們去。香港呀，哦，我覺得你是不是可以？呢隻已經變到古董嘅天使中嘅框架，係李明信嘅創作嘅一部分。不過表演嘅小程度，才變到他一個當下教嘅東西啊，他個教到唔係表秀。李明信到闽南日子，藝術嘅家庭成長，佢係不可度嘅舊嘅聲音地度嘅蠻子，佢不可人對呢度前輩嘅表演藝術，一切有無共同嘅觀點。當然我反對啊，因為有那個意思哈，我們也搞不清楚，那個沒有一種那個具象的，也沒有一種那個抽象又不超抽象，那個屬於是立體派的，是不是？三度空間的那個這種藝術，我們當初的那個藝術的那個含義啊，好像沒有包括在裡面的。八大藝術裡面，就是就畫畫啦、音樂啊、什麼那個影劇啊、那個書法啦，好像沒有包括在，有沒有包括我搞不清楚。我覺得他好像是那些一個動作那些啊，都好像都很眷戀，或者是關於私人更要想象唔多呢。那麼關於那個就有點比較先進啊，或者是可能想象唔多呢，還是或者是可能過多做唔多呢，更傳統哈，更脫離了傳統這樣的。我的理解是，他非常渴望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感官去了解这个世界，所以他会用流汗、流血，或者利用
力气，不会用他大脑思考，跟眼睛闭着去感受这个世界，所以他会用一些很费力的事情去证明自己的存在，也证明这个世界的存在。我想这是我对他的行动艺术的了解。手力拿起来啦！哎，对，他的身高啊，老李适合去这是他的艺术。蓝屿啊，老李，没有人了，脱光泡。哦，可以吗？可以吗？小姐可以吗？这里人太多了，我拍摄哈，美女哈。我是唔会拍摄，他们拍摄，我们拍摄啊。访问嘅体育人，因为听人讲，李明星到做下度就亲好嘅秀艺，无讲几多啊。李明星就答应逐日传翻表演他这个戏。果然哦，天日啊，其实亲手准备，而再度讲嘅德国式嘅酒。两个人而已啊。他们在这些。好，请进。天日，今日当作是来到李明星嘅屋下，看到佢開門嘅時節啦，係木化披房，應該係全部水木嘅好。看到做下準備當多嘅東西嘅時節，咪想啊，你應該是不佢全部水都當唔好嘅眼睛嗬。你係李明星嘅屋下走啦，就是啊，當作是來到，佢講我準備傳到德國式嘅酒。本來你一群客家人嚟食，有冇做呢啲東西呢？啲花，唔係啲雜啊，嚇，啲葉頭，啲紅薯係嘛？用酒，同埋都哎呦，你就魔術師咁啊嚇！好了，啊，你們那個強人示範啊，做我們這個做個清清菜菜。你德國式嚟咩？啊？你德國式？李明勝是的。哦，李明勝是的啊。哎。冇看到cái nào，cái胖哦，面包。哦，是樹啊。係樹子啊。哎，哪裡啊？有啦。有啊，哦，我想用毛呢。裡面先食嚟嘅酒啦，非常有意思嚇。佢係隻神法嘅藝術家，就係一般人講啊，冇想到佢係神法嘅人啊，一般人想啊佢係。非常有按照對傳統來挑戰嘅人嚇，不過佢拍唔係哦，佢講佢拍到嘅生活地度發展出來，尤其係到佢嘅家鄉美濃啊，莊下頭安嘅家鄉嚇發展出來佢自家文化。我今日老佢莊下頭嘅美濃完全冇可能啊！好來，呢度做得本白沙。鄉下式嘅酒，然後街路頭做船店嘅頭奶啊，或者三明治都冇空檔。幾多嘅屋順，隨手摘到嘅薯花啦、熱頭雜啦、配呢吐司、토마토，然後幾條洋酒，還有 cheese， 看起來是當鐵片。還有裡面先啊，自家煮嘅烏咖比，然後綠茶米，出嚟哦。還有個貼片拿出來，可能10多年嘅羅捧糖，感覺起來，大家識到嘅係一件藝術作品。實在呢度本他一個非常快樂嘅酒時候，本人對接下來作為基督徒嘅李明星就下得到嘅期待。像不像这样？
用公婆安尼，你看安尼行路不凶哦。安尼啊，皮一片呐，安尼啦，安尼拿一幅画用的，你好，快走。好，凶哦，好像拿一幅画哦，放大的画哦。60年，台北市美术馆举办大艺术研讨会，里面先做出一张很多欧式的事件啊，本地到台湾的艺术界也非常有名。对这样的作品啊，艺术历史渐渐就几个论坛，不是安尼多讲乜嘅。不过，安尼做感受得到，这个内地的作品，其实咧，佢对你的社会个现实吼，能够习惯表示。以个人嘅非常特殊嘅看法来表现。我做的作品看起来是很颠覆传统，很颠覆那个我们的一种社会状况，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客家的生活的习惯，比如说，就以前，你爸爸妈妈一定会喊讲，上班，吃饭了，鬼人都会喊来喊，听到没有？其实那个东西有各种想法的那个思维，当人家一种惊讶的时候，其实最惊讶的他自己，还是我自己，我们不清楚，但是给他们在不同的那种 space 的时候，让他们的惊讶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生活性，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惊讶的一种现象，那惊讶里面其实有的时候是反射过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惊讶里面他的那个对面的惊讶的人的那个表情，那种表情，其实那个表情是互相的。接下来。因你看到嘅里面是个艺术嘅表达，一看就是看，本现场嘅工作人员手到都是痛。王玉来，老三正副长，赵海义哦。好等人叫安段，你还敢太长啊？安尼做，兄弟，好不？安尼做吼，安尼用安尼行人安尼太糊弄啊！对，安尼可以，都安尼念不是？来讲啊！安尼可以吗？你睇你的警察哦，嗰啲神士哦，全部排一排哦。哇！咱们高興咧，都搶一票哦，一票，冇想到嗰度呢，觀光客啊，搶嘅攝像嘅咧，哦，唔會攝你大教堂嘅咧，我係起嘅地方當個位哦，我朋友看到啊，我亂入來咯，哇！到里头，当神奇嘅表演地度，你发现佢其实当有创造力，老日本人嘅逻辑思考嘅方式都冇碰上。你在用自己想做嘅，为到摄影呢，艺术观察，本人看到任何一只艺术家嘅创作。哎，你看，哦，作为一个台巴士呢，哦，那你看，要个有乜噶？跟你想乜嘅？Art Tour for Children。哦，專門輔導攝影呢？哎，跟住呢？你看要有像呢，Art Tour for Children。完全輔導攝影呢？哦，原來都錯一樣呢。藝術呢個理行啊，都安尼啊，見行咧，見幫人見看咧，見行咧，見看，嗰日嘅嗬。
啲生意嚟講一插旗啊，好，多少年咧？再個啥？好，兩啥咧？兩啥？好，啊，多少年綁咧？哦，要綁咧？哎哦，安尼咧？哎兩啥咧？哎喂，嘅生意啦，吼，哎好，大哥，哎，宋朝，哎多少年哦？这个。哦，哇，要这样子就，像他们两个呢，哎他不止这样子哦，不止这样做的好好的，安尼哦，啲人嚟聽係配合啊。哦，安尼咧，好，安尼唔差很多年，哦，哎安尼面落咧，哦，你生氣了冇？哎我兩個這樣子咧，哎，哦，你過好高。你按多張相片，喺印度裡面先嘅相簿度看到嘅靈人，見到表人嘅場所，都當鬧嘢嘅特別是嘅重視嘛，使到七家福下嘅陽台燈。人家3年才做的嘛，你看，可以八股的呢，可以剎車的呢，沒講普通的呢。我敢衝那麼衝哎！你看，呢隻時節啊，因為講嘢腳太長，呢腳太長。你看，呢幾隻當場發現嘅作品，講係藝術表現不易啊，講佢係回歸到童年嗰種當單純嘅創作嘅本能。係講做得許多下那跌宕嘅猥瑣藝想啊，可能裡面先嘅創作表現啊，會下那有貼貼性。觀眾啊，咩唔係單單俾你按到啥聽聽。裡面先其中其一個實際嘅行通嚇，留喺你說明嘅其一嘅藝術啊，一般人嚇當然看清楚。我呢就機會行業其一嘅工作室嘅成發地度啊，攞佢做朋友，攞佢做隔壁鄰舍，所以就發現嚇，佢對藝術啊，其實係非常生活化嘅做法。即係而家講啊，其實藝術同生活是嚴重下啦。啊，莫怪人們講嚇，到底幾個東西係藝術唔係藝術，所以自己非常摸清楚，或者本人嚟講摸清楚。我其實家嚇非常清楚呢條線嚇，佢行是行藝術嗰條線，佢做嘅所有嘅嗰種，你講嘅是指標啊、某種嘅指向嘅種啊，仲會成字嘅嚇。韓國嘅是點麼度買到嘅茶，好經過佢嘅行通啊，係呢藝術嚇。其重點唔係行通啊，重點係藝術，所以講所有呢啲生活性嘅一般基礎嘅性嘅東西嚇，都俾藝術品，啊，做咩東西？俺哋嚟帶嘅毛好嘛啦？哎呀，變多啊，變多誒個。哦，你係講鳥宿毛嘛？鳥宿毛啊，啊神絲毛啦，俺哋講神絲毛啦。係講下條件啦。俺哋說，講法突然講。俺哋呢個人按嚟起好嘛？啪啪啪啪啪啪啪按嚟起，你看，俺哋啪啪起，立正啊！哎，10兩個人，咩10？冇，啊你啊10萬你兩個人啊？係，好高冇？哎呀，就是講，可能是講其實50%。其實現在是嘅藝術品，以後都見啊，所有嘅老年嘅身材嚇，用嘅身材嘅木柱，按高嘅木柱啊，愛看到，按木柱一看嘅世界老開啥，香港人講唔係講啊，叫按看，係咯，講法是叫按看啊，所以我不是，我冇得學按看嘅。你喺哪來呢？
会当。哎呦，对哈，哎，安尼了解我，我想通了。好。哎，看，食材啊，好啦，我等你好啦。好啦。等我帮等你咯。大概几點鐘啊？咪聽。哦，一片吼，因為有咧。咁咩三處？啊，一個三處吼，一片啊，藝術安尼哦，唔可安尼，一片斷袖的啦。哦，斷袖的，一片啊長袖的啦。哦。嘿，人天作嘅。哦。啊，咁一個唔帶可能過神奇啦。要帶個當啊？唔帶可能是啦。好，來。我跟拿好嘛，來啦。來。行講嘅咧，你問佢啊，講唔講啊？你係寫咧，寫冇係冇啊？黑暗啲咧，唔感覺唔下寫嚟啊，寫冇啦。係咪成日看？其實啊，畫畫吼，畫畫幾神奇哦。一個鐵板啊，就準備一個拍布嘅，一個畫紙用嘅。其實人啊，不是心底背啊，有一個夢想，有一個理想，一個夢想。這個夢想呢，其實同一幅畫一樣。幾乎在裡面就一幅畫一樣，常常我們都會在畫一樣，然後畫呢也常常在改變，但是常常我們畫都沒有畫出來的，當然我們這樣畫的時候，其實哈，你知道像日本人用的枯山水，所以啊，我常常哈拿一個東西啊呢收啦，常常拿收聽來，冇東西嘛收。其實沙巴吼，我手把吼，卡把吼，你睇收聽來哈，就像一個健身啊。請你眼珠閉起來。有意思嗎？有意思。好。木竹冇米嚟哈，還看唔到圖。木竹米又跟圖。哎啦，一樣的啦。其實哦，個人哦，有更加幾多年冇手把冇做手把呢？幾多年冇收貼的呢？所以我哋要收貼。木竹米起來，啊，因為跟佢上嘅關係哈，其實我就按那線，它的影子，個線不含財啦，對，啊，不含財，而且慢慢按形，哎。你現在哈，你再閉起來，你還是會一直回響在你的身上。含住，如果那形，有意思哈。好，這就是我的畫。都記你哋話，本日本人形容很多點點刺刺嘅表現，叫到最美嘅時節。會讓真正看到一個藝術家深度嘅非常深層嘅部分。我用一個東西嚟，用喺藝術方面嚟講嚇，用喺呢啲地方嚟啊，因為搞唔清楚，因為一對生活特權。對我嚟講，讓我變成藝術，係啊，搞唔清楚。我天然咯，一個東西哦，本來睇緊嘅上下是按平常嘅事情，讓我睇改行嚟做，按生活嘅東西，讓我變成按凸顯嘅。那第三點咯，睇一種嘅方式地位啊。
用语呢已经错乱了。所以几年时间以后咧，吼，变成一种你要用看艺术，变成搞不清楚。几多艺术家做的作品啊，做乜嘅东西啊，幾多東西啊，所以啊，成長一個人咧，很細到15歲、20歲到17、18歲，你睇成長過程咧，你經驗啊，佢重要。往往一個經驗啊，有伊啊創作嘅那元素啊，元素。喺正常，元素。我係感覺講做設計佢重要。其實很多藝術家哈，我不知道別人啊，我盡量就做自己。你設計，你其實做一個事情哈，設計要先肯定要怎麼講？肯定。係肯定設計。咁冇肯定設計啊，佢難做啊。紀錄天日結束之前，你聽到對你無停表演嘅李明信，佢講佢忝咧，這時節你人出鏡到，佢唔係細人嚟哦，佢實際嘅年齡啊，咪就50多歲咧。經過安尼表演啊，當然會忝人錯。不過，可能佢就是咧網絡嘅表情啊，一時之間啊，你們無法分清楚。到底係佢嘅身體忝，還係心忝？因為有個工作人員無意間講到，可能佢嘅表演啊，然後電視台嘅綜藝節目啊，衝人生氣。按人哋之間啊，對這個藝術家來講，應該唔係按路人參考。今日係第3日來到李明信嘅屋下，來看佢嘅工作方式。結果來到看到嘅有種嘅農家人啊，佢人喺度嚇，詳細看盲地啊，佢老記得啥？佢20多年前種嘅個櫻花、蓬樹，日本大種嘅蓬樹嘅種啊嚇，去幫他自家啦。李明信佢係個到底係藝術家，就係一個點講咧？動畫教嘅個老嘅聲音嚟嘛，唔知係乜嘅，今日走過來看佢咁講。我順便給你們一些禮物帶回去，對不對？哦，帶一點禮物回去啊！你們都回去的時候要種在樹泥土裡面的了哈。你要先放盆子哦，回去比較好帶啦。你係李明信時代下嘅身份，李明信嘅發展係佢帶入來呢位20多年以來，慢慢的建立起來，做樓台啦、種樹啦、種花、綁草，差不多自家來。去找一個那個我那個作品那個用雨傘的好不好？你講個藝術村來係嘛？對呀。啊，你是藝術村，哎呦，哎，找到一支，哎，可以開哦，哎，裡面可能生鏽了，哎，可以哦，板板正直哦，哎，你看，還可以哦，哎，再次，你看，
其实，里面先嘅行通艺术作品，并冇留下几多，没冇完整嘅记录。而少年讲啊，创作啊是将今日记穷咯，唔对慢留啦。就到呢，留到写的相片，韩国咧，你就变我仓库度嘅，本只按到冇卖出去些垃圾，来材料。唔掂呢，冇人去買啲。不过，我想啊，艺术家嘅最大嘅痛苦啊，是一家长年建立起来嘅理想，竟然因为想唔到嘅原因，必须要变年期而停下来，而结束它。因为那个霎时没有办法，因为等于我的梦想、我的理想已经被毁灭掉了。原来希望我做4年、5年，所以老应该呢。那把那种理想弄出来，那个是我的一个梦想、一个理想。本来可以打造一个很好的理想，一个很好的梦想。回了5年的4年了，本以后慢慢搞出一家。本给人的环境，其实那个不只是客家人，整个大环境都会好。那个时候啊，后来找不到钱。不是做一个这么大的计划，有的钱我来付没有问题。我来做义工也没有问题。但是呢，需要一些资源。因为看他的分数，其实也会找。那个时候呢，很多啊，我看到很多的一般的公司行号啊，老板啊、大老板，他自己都不知道能撑了多久。因为很多人都会发病了。那我的工厂如果说有几个发病的话，整个都垮了。真的，整个都垮了。你可能是最大的问题，读到唔可能。我最大的问题啊，就是在这种怕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因为我自己也发了，我去给他治病的，养我很多钱。如果说这样子的下去的话，我没有办法继续再生活下去。以前我做一个作品家的，他讲的骂，因为俺的梦那个反应，大家都在怀疑，在质疑，这个是不是艺术？是不是哗众取宠？各种人来讲啊，那各种人都否定啊，或怎么样子，那相同跟着来的，带着来的一种舆论变得这么样子，那时候，那很多人那个议论又影响了我的家人对这个东西的想法。当然，因为对你不这样想。当然，对我们一个客家人黑面的社会来讲，其实影响有够大哦。你一个家人啊，假设有一个疯子的话，那其他的人都不会去找你啦。所以刚刚这边可能从点那点了去搞，自己很确定的，自己要认清自己，那个别人怎么样讲，我们就姑且不谈了。可能大家會發到到呢種生命需要嘅萎縮嘅人啊，應該會有當好嘅經濟嘅能量差。其實香港來到呢個時節，你還是會對見咩有錢人，佢所有嘅家己都係你20年來一看驗準來嘅。比如講你動態嘅碰燈啊，都係啥慢慢的曬轉來不下。帶到特別是我嘅莊下頭啊，三川自家料理係最省錢嘅啦。不過咧，喺人打開一個櫥櫃，未看得到幾多存量。我的感覺是他很辛苦，
因为他原来是在电信局工作，他本来好像工作几年以后可以有退休金，可是他对于艺术实在是太强烈的渴望，他还没有到退休，他就急着退休了。那时候姑姑们啊，都为了他这种生活三餐很担心。可是他的执着让我们都不得不佩服。他也给人家的啦，不论是印象或者是他要传达的一些讯息，是快乐的。所以他有没有躲到棉被里偷偷哭，他没有跟我讲过。我是觉得他过得很辛苦，这条路不是很好走。因试下问题，对你遐想法为么来维持啊？佢回答係韓國的戲啦。不過咧，這樣來算，佢將呢世界傳當簡單嘅就嗰隻收費啊，加加起來做本兒個月升起兩錯。有老这么多吗？阿宝有老这么多吗？你不好意思讲的。好。有日本搭头等抽烟是有这么多。应该见他了。哎呀，没跟我讲讲的吧？不要！进来了！哎呀！冇咯。没个公演场对不对？哎，我贴啊！哎呦！哎，你见了都演场的呀？哎呦，冇了呀！哎呦！啊，你去站没有演场的？没演场啊？哎，这是一样的。哎。边后三个表演。边三个哦。你看。对，看，跟演场的，你跟着的，哎，这头一个，哎，有这个装置艺术。给我演场啊！臨啱啱6點，台北市嘅安步頭悄悄咁講起來咧，呢個肌肉沒有高嘅段落。到李明星嘅三處度跟門當過啊，但呢李明星下到那麼休息下過啊，地度就激發，引起人哋興趣。對本嚟講嘅係可以生到70歲後嚟講，年會長會創作嚟講，70歲，健康係算40多年添咯。係啊。因為大部分藝術家哈，有70歲還會創作冇多啊，真是一樣。啊，都講到70歲為界啦。啊，所以講嘢創作時間唔拉咧。唔拉，係理想。冇差不多。我拍法是實踐，去實看。係我講，嗰位吼。我講過，你要用戲。呢是時下問李明星，佢哋在行通嘅創作嘅藝術，攞佢嘅身材上150公分，有關係冇啦？佢一下子講冇啦，唔過到你攝佢到過長地度，因為唔知被感受到，佢對已經決定嘅事情。你會認為沒有這種嘅原因，
一下就改变形式。韩国嘞，伊改变以后啊，是当坚持。我想，艺术的创作本身是艺术家深度的战争，变出了个非常奇妙的成果。有好多日咯，来到李明新的屋下，即係佢工作室，來拜訪佢，看到呢個藝術家哈，佢個深度嘅世界，看到佢屋下嘅面相啦哈，你看到佢三處地度，啊，甚至看到，重點是看到佢心打開嚟狀態啦哈，佢講哦，佢按人嘅藝術表現啊，唔係就講乜嘅對乜嘅基礎文化去挑戰。係喺佢從細啊，到面濃長下頭嘅客家人嘅寫法地度發展出來嘅。因為佢從細到人哋客家上都叫名都叫爸受到人哋影響。因為講乜嘅係好嘅文化而來面對啲係現代嘅社會不過最重要係講嘅童心無失體，所以都見年紀叫人睇，唔過心係種嘅聲音咗。像按呢機會本來看到就藝術家也經驗呢非常純真、非常有童心嘅一隻價值。这边旁边这位，我旁边这位，那你这样说，没有站起来嘛？这样子瘦一点，有啦，有瘦一点对不对？有啦，有瘦一点的。对啊。他这样子，好了，来，那我要先看一下这样子长怎样？没有啊。有啦，有需要，像的啦。客气，还要加烘焙杯。哇塞！这没有影像啊。有啊，怎么没有影像？怎么没有？好，这个都是要那个。不要给他看一下，这个一定会有。哦，好丑哦！脸就已经站远了，还在那好后悔哦！真的是，为什么我刚才就说脸站远了，你还在那边扩大？这站一定要上电视，站远。第四名会当第四名会，可以打马赛克。当场就，好丑这个哦！要放久一点，谢谢收看。哎，谢谢收看，断了再放。哎，你这样子，你这样还这样子啊？还这样子的话，还要这样子要缩脸才是好不好？你应该这样，应该这样。看不出来，要故意这样子。